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聖經研討會。我哋以一篇天主經開始我哋今日嘅聚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阿們。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阿們。聖經研討會係有佢哋嘅 YouTube 頻道，咁請你 subscribe 啊，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有自動嘅提示提醒你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咁而喺呢一個嘅頻道入邊，你可以睇翻我哋過往嘅錄影，同埋呢一個教理30嘅系列。教理30嘅系列每一集係有30分鐘，係講一啲天主教教理嘅專題。咁而喺每一集入邊，喺嗰個下邊嗰個 notes 入邊咧，其實我哋會將我哋嘅筆記擺晒喺嗰度嘅。喺聖經研討會呢個網站入邊，我哋將我哋所有嘅 notes 都擺喺嗰度，特別係全年嘅時間表。咁而喺 YouTube channel 我哋未開始之前，過往我哋只係有錄音嘅 file，咁而呢啲錄音亦都會喺呢一個網站上邊可以揾到。我哋嘅領航員 Emma Low 有佢私人嘅 blog， 咁亦都歡迎大家去瀏覽。如果你有咩問題或者有建議俾我哋，歡迎你電郵俾我哋啊。下一次聚會仍然喺四旬期，所以我哋會喺星期四聚會，即係3月26日星期四。大家好，咁今年嘅2月咧，風雪係特別厲害啊！咁今日咧，我哋都喺呢個出邊好多嘅風雪裏邊咧，係再一次喺呢度相聚。呢一次咧係我哋2025至到2026年嘅第6次嘅聚會啦。咁今次嘅聚會，我哋嘅主題咧係叫做給聖殿的審判，上主的光榮離開聖城。咁我哋所要睇嘅咧係4章嘅經文啊，係8至到11章。咁先講講裏邊嘅提要啦。咁我哋上一次大家都記得咧，就係講4至到7章喺嗰度咧，係對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嘅審判。咁今日咧，天主嘅審判嘅眼光咧，係從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咧，係轉移專注於聖殿啦。呢個就係8至到11章。8至11章嗰個焦點係天主俾呢個聖殿嘅審判，而呢個審判嘅高峰咧，就係上主嘅光榮係離開聖殿同埋聖城。咁呢一樣嘢係讓猶太人係感到震驚嘅，因為呢個預告令佢哋感到震驚，因為咧對佢哋嚟講咧，上主嘅光榮離開耶路撒冷、離開聖殿咧係一樣不可想像嘅事情。咁變咗我哋都睇到今日嘅呢個4章裏邊嘅內容嘅重要性同埋特別。咁我哋睇咗好多聖經啦，咁多年嚟。咁大家可能對呢個跟住我要講嘅呢一樣嘢咧，可能會有啲熟悉，就係好多時聖經嘅作者佢哋寫作咧，會用一種所謂相對嘅結構嚟帶出佢嘅要點。咩相對嘅結構咧？就係話好簡單咁講咧，就係呢個喺呢個結構裏邊咧，有分前半部同埋後半部。前半部同後半部係相對嘅，亦都好相似嘅，而佢夾住嘅中間要講嗰啲嘢咧，就係佢呢段經文要帶出嘅信息。咁喺呢度第8至到第11章咧，就係一個相對嘅結構。我哋見到喺呢個第8章開始嘅時候咧，厄則克爾佢係 A 身處喺充軍者之中， B 佢係被聖神提到耶路撒冷， C 佢係目睹上主嘅光榮嘅出現。咁然之後下半部咧就係第11章尾啦。11章尾咧就係一個差唔多同一經歷嘅事情係再次發生，同頭先所講嘅係好相似嘅。但係我哋會發覺咧係整件事咧係調翻轉嚟講嘅，就係話 A
佢係身處喺聖城。頭先嘅 A 咧係身處喺充軍者，即係呢個巴比倫嗰度。然之後 C 嗰度咧，佢係目睹上主嘅光榮嘅離去。頭先嘅 C 咧，佢係見到上主嘅光榮嘅出現。咁然之後 B 咧就係聖神咧係提起帶到加色丁充軍的人那裏。頭先咧係提起厄則克爾，將佢帶到耶路撒冷。而家咧係提起佢帶到巴比倫嗰度。咁所以你見到係前半段同後半段係相對嘅。而中間夾住嘅咧就係佢要講嘅嘢啦。佢要講嘅就係嗰個相對，睇下前半部同後半部，好似一個書檔一樣嚇。好似 book ends 咁樣樣，一個書檔係夾住中間佢要帶出嘅嘢。中間帶出嘅就係咩咧？就係佢對聖殿同埋聖城嘅極之嚴厲嘅審判。咁我哋大家睇咗咁多年嘅聖經，應該對呢一個類似嘅所謂相對嘅結構咧，係相當都會有一個相當嘅認識。咁喺呢度我哋有一次見到啦。咁至於今日嘅另外一個重要嘅主題咧，就係上主嘅光榮係離開聖城。上主嘅光榮係貫徹住成本聖經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佢嘅出現同埋離去咧係有非常之重大嘅意思。咁呢個咧係我哋會一路睇落去咧，然之後到最尾去到呢個11章22至23章嘅時候咧，我再同大家係詳細交代。恭讀厄則克爾先知書。6年6月5日，當我坐在我屋內，猶大的長老們坐在我面前時，吾主上主的手臨於我。我觀望，看，有一個形象，形狀如人，在他相似腰部的下面有一團火，在他腰部的上面好像有一道光輝，像發亮的金屬。他伸出一隻像手的形狀，抓住我的一縷頭髮。有一種神力把我提到天地之間，在神視中將我提往耶路撒冷去，到了內門的北門門口，在那裡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在那裡出現了以色列天主的光榮，相似我在平原所見的異象。他向我說：人子，舉目向北方看。我遂舉目向北方看，看見在靠近祭壇的北門門口，有那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他又向我說：人子，你看他們作的是什麼？以色列家族在這裡所行的極其醜惡之事，使我非離開我的聖所不可。但你還要看見更為醜惡的事。以後他引我到外院的大門口，我看見在牆上有一個洞。他向我說：人子，把這牆穿一個洞。我遂在牆上穿了一個洞，出現了一道門。他又向我說：你進去看一看他們在那裡所做的窮兇極惡的醜行。我便進去，看見有各種爬蟲和走獸的像，都是可憎惡的，還有以色列家的各種偶像，都刻畫在四周的牆上。以色列家族的70長老，沙番的兒子亞澤尼雅也在他們中間，都站在那些像前，每人手中拿着香爐，燒的香煙如濃雲，正在上騰。他對我說：人子，你看見了以色列的長老
在黑暗中，每人在藏神像的暗室中所行的事嗎？他們說：上主看不見我們，上主已離棄了此地。他又向我說：你還要看見他們所行的更醜惡的事。以後，他引我到了上主的聖殿朝北的大門口，看，有些婦女坐在那裏，哀悼塔姆茨。他向我說：人子，你看見了嗎？但你還要看見比這更醜惡的事。以後，他引我到了上主聖殿的內庭院內，看，在上主聖所的門口，在走廊和祭壇中間，約有25個人，背向上主的聖所，面向東方。他們正在向東方朝拜太陽。他又向我說：人子，你看見了嗎？在這裏行的這些醜惡之事，為猶大家還不夠嗎？他們還將此地充滿了殘暴之事，時時惹我憤怒。看，他們還把枝條舉到自己鼻子上，我必大發憤怒，我的眼決不憐視，一點也不顧惜，即使他們在我耳旁高聲喊叫，我仍不俯聽他們。以後我聽見他高聲喊說：懲罰此城的，快來！每人手中應拿着毀滅的工具。看，有6個人從上邊朝北的門走來，每人拿着破壞的武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身穿細麻衣，腰間帶着書記的墨盒。他們來到，就站在銅祭壇旁。那停在革魯賓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榮，就由革魯賓身上升起，來到聖殿的門檻上，叫將那身穿細麻衣、腰間帶着墨盒的人召來。上主對他說：你要走遍此城，即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發生的醜惡之事而悲痛哀號的人，要在他們額上畫一個十字記號。以後我聽見他向其他的人說：你們也跟着他走遍全城擊殺，你們的眼不要憐視，一點也不要顧惜，把老人、少年、處女、嬰兒和婦女都要殺盡滅絕。但凡額上有十字記號的人，不可走近。你們從聖所這裏開始。果然，他們就從在聖殿前的長老開始。以後又向他們說：你們要玷污這聖殿，使被殺者充塞整個庭院，然後出去。他們就出去，在城中擊殺。他們去擊殺時，只留下我一人，我就伏地掩面呼求說：唉，吾主上主，你在耶路撒冷發洩你的憤怒，要滅絕以色列的遺民嗎？他回答我說：以色列和猶大的家族實在罪大惡極，此地充滿了血債，滿城都是暴行。他們還說：上主已離棄了此地，上主看不見，因此我的眼也決不憐視，一點也不顧惜，反而我要把他們的行為歸在他們頭上。看啊，
那細穿細麻衣，腰間帶着墨盒的人回來報告說：我已照你的吩咐的做了。好，咁就讓我哋睇入裏邊詳細嘅經文，先睇呢個第8章1至到18節，裏邊咧係講到喺神視裏邊咧，佢見到耶經嘅神像崇拜。佢話形狀如人，抓住我的一綹頭髮，將我提往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天主的光榮，相似我在平原所見的異象。呢度佢講到係天主，佢係形狀如人嘅天主，將佢提起帶到去耶路撒冷。佢所見到嘅呢天主嘅光榮呢，係同佢最初所見到嘅一模一樣。最初係指北周記先知書開始嘅時候，第1章26至到27節，喺嗰度呢，喺神視中呢，佢係見到天主坐喺呢個寶座上邊，亦都話佢係外貌像人，而且咧係見到係有火有光環，咁同呢度所見嘅情景咧係好相似嘅。咁然後佢所見嘅同前面相似啦，然之後咧佢見到嘅以色列家族咧係竟然喺聖殿裏邊供奉住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呢啲人咧係以色列嘅政要皇室人員而佢哋咧竟然係供奉啲偶像。咁明顯地咧，呢個偶像係同天主嘅光榮咧係不能共處嘅。咁所以喺嗰度，天主話：使我非離開我的聖所不可。呢個就係一陣間我哋會見到天主嘅光榮係離開聖殿嘅。咁然後喺呢個神視裏邊，佢見到一啲醜行啦，就係佢話佢見到70長老喺暗室裏邊去欽崇神像。呢70長老係以色列嘅領袖而佢哋喺暗室裏邊係偷偷地咁係去欽崇神像。咁呢個好明顯咧，係佢哋係背棄咗盟約因為喺呢個盟約裏邊，以色列人咧係需要欽崇天主在萬有之上。咁而家咧係佢哋之所以會唔欽崇天主咧，就因為佢哋以為喺佢而家目前以色列充滿困難嘅時候咧，佢以為天主已經背棄咗佢哋啦，咁所以佢哋都唔再欽崇天主在萬有之上，而走去欽崇呢啲神像邪神。然之後佢喺神視裏邊亦都見到啲婦女係哀，或者我先講埋就係仲有一個 point 我要交代咧，就係佢呢度講到嗰70長老咧，讓我哋諗起出谷記嗰度，同樣係以色列嘅領袖70長老。喺嗰度佢哋係同梅瑟上山上西奈山，喺嗰度咧係建立呢個盟約嘅時候咧，佢係同梅瑟一齊咧喺天主面前咧係進餐嘅。咁喺嗰度同呢一度呢70長老嘅拜邪神咧係一個好鮮明嘅對比，亦都帶出咗個以色列人咧係違背盟約。呢個就係天主嘅審判嘅一部分。咁佢哋以為係天主。喺呢個第12章嗰度咧，佢話係會看不見我們。佢喺呢個暗室裏邊，以為咧天主係看不見我們。咁其實呢個咧係好有少少諷刺性，就係天主真係看不見他們，唔係真係睇唔到，而係話再唔去睇佢哋啦，再唔去保佑佢哋啦，看不見他們。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喺神視裏邊，佢見到啲婦女喺度哀悼邪神塔姆次。呢個邪神塔姆次咧係一個農作物嘅神。由於農作物係有興衰，有衰落，有興盛，有成長嘅時候，有枯萎嘅時候。咁所以喺呢個當時嘅中東一帶咧，係啲人好興行呢個禮儀咧，就係當佢枯萎嘅時候咧，佢哋去哀悼。當佢希望咧哀悼之下咧，能夠好快脆有呢個農作物嘅成長。咁佢當時佢呢班婦女咧，即係做緊呢個咁嘅禮儀。咁此外就係喺內庭院裏邊有25人，呢25人咧，佢亦都見到咧，就係喺神視裏邊見到咧，就係佢哋可能咧係司祭嚟嘅，因為佢企喺呢個祭壇嘅側邊，但係佢哋係背住個祭壇嘅，背住聖所嘅。
而反為係向住東方嘅嚟到去朝拜。朝拜啲咩咧？就係朝拜太陽啊！咁喺申命記17章2至3節講得好清楚啦。梅瑟嘅律法就係不可敬拜其他神，或太陽，或月亮。咁喺呢度咧，我哋見到呢啲司祭咧，佢哋係違背法律啦。咁於是乎咧，係觸發上主嘅憤怒啦。咁就讓我哋明白點解佢再唔能夠對以色列咧係憐惜啦。好啦，咁喺天主喺神視裏邊，讓厄則克爾睇到耶路撒冷聖城裏邊同埋聖殿裏邊嘅呢啲醜行之後咧，而家咧佢就要俾給聖城係無情嘅懲罰啦。佢就唔再憐視猶大啦。呢個咧係記載喺第9章1至到11節。懲罰嘅開始咧就係以色列的天主光榮就由革魯賓身上升起，來到聖殿的門限上。我哋見到天主嘅光榮係開始離開聖殿同埋聖城。頭先我都講啦，天主嘅光榮係唔能夠同呢啲邪神係共存嘅。咁所以咧，經過揭露之後咧，而家咧佢就要離開呢個聖城同埋聖殿啦。咁跟住嘅第4至到11節咧，第9章4至11節咧，係我哋時常都會引用嘅一段好重要嘅經文，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噶啦。咁我哋留意咧喺呢段經文裏邊所記載嗰個懲罰嘅特色啊，就係佢話因為城中嘅呢啲醜惡之事而悲痛哀號嘅人呢，佢叫嗰個使者咧為佢哋額上都要畫上一個十字記號。呢個十字記號喺由希伯來文咧叫做 Taw T-A-W Taw， 即係話一個好似 X 字咁樣嘅記號。咁呢個記號咧有我哋睇到佢嘅重要性。事實上，記號喺聖經裏邊係一樣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呢個標記，呢個記號，大家都記得喺出谷記第12章嗰度咧，係記述嗰個逾越節嘅時候咧，講到就係叫啲以色列人咧係喺佢哋嘅門框同埋門楣上邊咧係塗上血，然之後咧作為一個記號咁，然之後咧天主嘅神經過嘅時候咧就唔殺害裏邊嘅嬰孩，就唔會打擊你們嚇。咁呢個記號嘅重要性。咁此外就係我哋啱睇完《默示錄》，喺《默示錄》裏邊有講到話喺呢個天上咧有144000嘅呢個天主嘅僕人，代表住整個教會，喺佢哋額上咧係蓋了印嘅，額上係蓋了印。佢哋係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嘅人。即係呢個咧係萬民公教教會喺呢個天上嘅聖者，而佢呢啲聖者嘅額上咧係有天主嘅印記都蓋了印。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其實呢個印記係聖經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嚟嘅。我哋見到嗰個記號嘅重要性無論係有形嘅，即係話好似頭先我哋講話喺呢個門框上邊、門楣上邊塗上血，呢啲我哋有形可以見到嘅。抑或無形嘅，好似頭先嗰啲天上嘅144000嘅聖者咧，呢啲我哋睇唔到啦嚇。但係喺神視裏邊有望見到，佢哋都有呢個所謂印記呢個記號。所以呢個記號係有佢嘅重要性喺度嘅嚇。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教會嘅聖事係咁重要。我哋都講話聖事就係有形嘅標記，帶嚟無形嘅恩寵我哋用一啲有形嘅記號標記水富有或者呢個麵餅好多呢啲嘢咧係一種記號，一種標記，我哋需要嘅，因為我哋有一個身體我哋需要睇呢啲有形可見嘅嘢，而藉住佢係帶俾我哋無形嘅恩寵。咁呢個記號嘅作用咧喺聖經裏邊好多地方都讓我哋見到嘅。咁所以其實呢段經文嘅記載話呢啲人額上邊畫有十字記號咧，我哋將佢睇成咧就係預告住
日後喺教會裏邊我哋嘅洗禮呢個聖事嘅重要性，因為洗禮咧係讓基督徒嘅額上係藉住呢個無形嘅恩寵咧，帶嚟咗我哋呢個額上嘅呢個標記，讓我哋成為嗰144000嘅聖者嘅其中之一。呢個經文咧講話喺呢個城裏邊係叫佢去懲罰殺害嗰啲人咧，亦都預告住世界末日嚇。到世界末日嘅時候咧，嗰啲唔跟隨天主嘅咧就會遭遇呢個死亡嘅痛苦。但係嗰啲額上面有印記嘅呢144000嘅人咧，就會能夠得到永生。好啦，呢道理咧係帶出咗一個其實相當尖鋭嘅神學問題，好多人都可能會諗到，就係話點解天主要我哋去寬恕啊？我哋見到呢啲懲罰但係佢嘅教導話要我哋去寬恕人，但係點解佢自己天主自己就去懲罰人咧？而且係咁無情地懲罰人咧？其實罪罰咧唔係天主外加於人嘅報復呢個好容易我哋用人嘅理解咧，就覺得呢個係天主好似一個好嚴厲嘅父親而家激嬲咗佢啦，佢咧就打我哋一身咁嗰個懲罰，其實喺我哋嘅教會嘅教導裏邊咧講得好清楚咧，就係話罪罰咧。而家我哋講緊呢種罪罰咧，唔係天主外加於人嘅報復而係源自罪惡本質嘅後果係罪惡本質嘅後果。呢個道理咧，我喺Special Note 1 and 2嗰度咧係同大家係詳細啲去解釋。Special Note 1嗰度我引用翻教理1472咧，佢咁樣同我哋講重罪帶嚟嘅永罰同埋小罪帶嚟嘅暫罰。為明了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重後果。任何罪都會帶嚟一個雙重後果嘅。佢跟住解釋啦，佢話重罪使我們喪失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故永生的喪失稱為罪的永罰。首先，罪就會讓我哋同天主決裂嚴重嘅罪咧，重罪咧，更加讓我哋永遠同天主決裂。呢個就係永罰呢個就係大罪重罪。另一方面，所有罪過，即使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戀。這種依戀不論在現世抑或在死後，即那稱為在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以淨化。這種煉淨解除罪惡的暫罰。上述兩種罪罰不應視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除咗頭先有最重罪令到我哋有可能同天主永遠決裂，永遠唔能夠一齊，我哋即係話喺地獄裏邊啦。另外咧就算係我哋嘅小罪咧，都可以因住呢啲小罪而讓人係對佢話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戀。呢個就係另一個嘅後果啦，就算係嗰個罪不至於令到我哋入地獄同天主永遠決裂都好啦，但係個小罪本身咧都足以讓人形成一種不健康嘅依戀對於嗰啲暫時嘅受造物。即係話，如果係一啲因為小罪嘅緣故，我哋對呢個世界嘅金錢啊、名利啊、或者享受啊、慾念啊等等咧，係有所依戀嘅話咧，呢個係帶嚟另一個後果啦，就係一個暫罰，就係讓人咧係attach to 呢啲嘢我哋應該係永遠係 attach to 天主天上嘅嘢但係咧呢啲小罪咧係足以讓我哋係依戀呢啲地上嘅受造物呢啲金錢啊、名利，其實佢哋都係受造物嚟嘅，都係但係咧喺小罪裏邊，我哋可以對呢啲嘢產生一個attachment，一個依戀。
咁呢個就係所謂罪嘅嗰兩種嘅後果啦，雙重後果嚇。但係最重要後邊嗰句啦，解答翻頭先前邊我哋問嗰個神學嘅問題，就係話呢兩種罪罰不應視為天主外加於人的步伐。呢個唔係天主好似一個殘酷嘅父親咁樣嚇，好暴力地對我哋去有鞭又打去，因為我哋犯咗罪啊！呢個係我哋想像中嘅咁樣嘅一回事。但係其實佢解釋俾我聽就係罪本身嚇係罪惡本質嘅後果。帶嚟咗呢兩個後果，呢兩個雙重後果。咁對於呢個雙重後果咧，聖 Thomas Aquinas 咧，亦都喺佢嘅著作裏邊咧，係有同我哋有進一步嘅解釋。喺呢個 Special Note 2嗰度咧，佢咁樣講嚇，佢話 Man's sin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in turning to transient goods, he turns away from God。任何罪都好，但係就係基於人對短暫過渡性嘅事物係依戀啊，於是乎咧，我哋就令到我哋離開天主啊。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 transient goods， 有好多過渡短暫嘅事物，呢啲嘢本身係好嘅，但係佢哋其實係為咗引領我哋指向天主，去到天主。我哋唔應該眷戀呢啲地上面嘅金錢名利，世界上邊嘅一切，但係當我哋犯罪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係停留咗喺嗰度依戀呢啲嘢。任何嘅罪都會讓我哋依戀。And man is punished for sin on both counts， 即係喺嗰個天主嘅恩寵方面咧，同埋呢啲過度短暫嘅事物上邊，我哋都會帶嚟兩個後果啊。首先就係你犯罪嘅話，就先會 deprive of grace。And the other gifts by which union with God is effected。任何嘅罪，就算係小罪，都會讓我哋減少我哋天主俾我哋嘅嗰個恩寵嘅。大罪更加係讓我哋冇咗呢啲恩寵啊！呢個第一個嘅 effect。第二個 effect 咧就係，and besides this, he deserves to suffer chastisement and loss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 for whose sake he turned away from God。亦都嗰個事物本身嗰個過度短暫嘅事物本身咧，係讓我哋對佢有一種眷戀於是乎咧，呢個眷戀就係頭先教理所講嘅對受造物不健康嘅依戀，係讓我哋掛住地上嘅嘢，而減少咗我哋同天主嘅接近兩方面嘅後果。今日揀嚟同大家分享嘅係准我接近你。孩兒請不必再找，因我靠着你，晝與夜從沒間斷在你心。若然拋開心裏憂，必會接近我，長途共我同步去。Children ask and you receive, seek and you will find. When you knock and the door be open t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 want? Then listen to my words. I will guide you all the way.
知怎面對，前路裏太多，全不知道長路裏會有哪個伴我走。孩兒怎不懂我心，一切已為你遙遙路，暗暗帶領伴你身。請將心打開，容許我接近你，哪管無緣同面對。Children ask and you receive, seek and you will find. When you knock and the door be open t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 want? Then listen to my words, I will guide you all the way. Children ask and you receive, seek and you will find. When you knock and the door be open t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you need? Then put your trust in me, 'cause I'm with you all the way. I am with you all the way.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我觀望時，見在革魯賓頭上穹蒼之上有一塊像碧玉的石頭，看似寶座出現在他們上邊。上主問那身穿細麻衣的人說：你到革魯賓下邊的輪子中間，由革魯賓中間取一滿曲火炭，撒在城上。他就在我眼前進去了。當那人進去時，革魯賓站在聖殿的右邊，雲彩彌漫了內院。上主的光榮由革魯賓之間升起，停在聖殿的門限上。聖殿內充滿了雲彩，庭院中也充滿了上主光榮的燦爛。革魯賓展翅的響聲達於外院，像全能的天主講話的聲音。以後他吩咐那身穿細麻衣的人說：從輪子中間，從革魯賓中間取火吧。那人就前去，站在輪子旁邊。一位革魯賓由革魯賓中間伸手到革魯賓中間的火上取了火，放在那身穿細麻衣的手中。那人接過去就走了。我看見革魯賓在翅膀下的手好像人手。我觀望時，見革魯賓旁邊有4個輪子，每一位革魯賓旁有一個輪子，輪子的外表光澤有如橄欖玉石。輪子的外表4個都有同樣的形狀，好像輪子套在輪子中，轉動時可向4面旋轉，前行時不必回轉。頭朝着哪一方，他們都向那一方轉動，前行時不必回轉。在他們的身體、背、手、翅膀和4個輪子上布滿了眼睛。我所說的輪子名叫加爾加爾。每一個革魯賓有4個形狀。第一個形狀是牛形，第二個形狀是人形，第三個形狀是獅形，第4個形狀是鷹形。
以後革魯賓上升去了，這就是我在革巴爾河岸所見的活物。革魯賓前行時，輪子也在他們旁邊轉動。革魯賓展開翅膀，由地面升起時，輪子也不離他們左右。他們站住，輪子也停下；他們升起，輪子也同他們一起升起，因為輪子內有活物的神力。那時，上主的光榮離開了聖殿的門閂，停在革魯賓上。革魯賓展開翅膀，在我眼前由地面升起。當他們離去時，輪子也跟着離去。他們停在上主聖殿的東門口時，以色列的天主的光榮就停在他們上面。這就是我靠近革巴爾河，在以色列的天主下面所見的那些活物。現在我明白他們是革魯賓，每個有4樣形狀，每個有4個翅膀，在他們翅膀下有相似人的手。關於他們的形象，和我靠近革巴爾河所見的形象一樣，每個朝自己的前面進行。好，讓我哋繼續睇落去呢個第10章1至到22節裏邊講到火燒聖城，天主嘅光榮咧係離聖城而去。咁呢段經文咧又一次帶出嗰個煉獄嘅道理啦。咁好多時我哋都會引用呢個經文係講到煉獄呢個問題，咁大家都可能會有啲熟悉。喺嗰度佢話天主吩咐佢嘅使者咧係由革魯賓中間取一滿谷火炭撒在城上。佢將火炭撒在城上嘅意思咧係代表住佢要懲罰呢個城，即係耶路撒冷啦。咁我哋見到聖經時常都會用火嚟形容天主嘅。佢去用一啲有形可見嘅事物喺呢度係火嚟到幫助我哋去明白天主多啲明白佢嘅本質，唔係話天主係火，而係佢係好似火一樣產生嘅作用，亦都好似火一樣。所以聖經裏邊時常都會用火嚟形容天主。譬如話喺出谷記第3章第2節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喺嗰度講到梅瑟喺荊棘叢中見到天主，喺嗰度咧荊棘咧好似火焰咁樣樣喺嗰度梅瑟見到天主又係火啦。咁就另外咧聖詠50第3節嗰度咧佢咁講，佢話我們的天主來臨，絕不會默默無聲。吞噬的烈火在他前面開道，旋轉的風暴在他四周怒哮。有一次係用烈火嚟到形容天主嘅出現。此外咧喺格林多前書第3章13節，聖保祿所講嘅，佢話但各人的工程將來終必顯露出來，因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來。原來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又一次啦保祿講到呢個火裏邊去煉淨人嘅工程咧，我哋將佢解釋為咧係喺呢個煉獄裏邊每一個人嘅工程係點咧，將要喺呢個火裏邊係顯露出嚟。而天主就好似火一樣我哋喺呢個天主裏邊。如果喺煉獄嘅話，亦都喺天主裏邊被佢嘅火所煉淨。咁當然我哋啱睇完呢個默示錄，亦都知道講到末世嘅時候，佢要講好多呢個末世嘅時候嗰個火咁事實上就係天主嘅審判咧，係好似火一樣嘅佢係好似懲罰，但係亦都係煉淨。
喺呢個天主嘅火裏邊，讓我哋感到痛苦係一個懲罰。但係呢個火咧，亦都要同時間煉淨人嘅罪過嚇，係消除咗佢人嘅同天主本質相異嘅地方，然之後咧係強化人同天主嘅本質係相順嘅地方，即係我哋嘅愛心。咁呢個道理咧係喺Special Note 3嗰度咧，係我藉住聖 Thomas Aquinas 咧係同大家係解釋。咁以前其實我哋都講過嘅，喺嗰度咧佢講到佢話purification of the soul in purgatory 嚇，喺呢個煉獄裏邊嘅煉淨。佢點講咧？佢話 such punishment derive their cleansing power from the condition of those who suffer them。喺煉獄裏邊，其實我哋話煉獄係一種懲罰咧。其實喺呢個懲罰裏邊咧，係一種潔淨嘅能力。天主嘅潔淨嘅能力，佢嘅火係煉淨人，但係基於人嘅本身嘅情況嚟到去煉淨佢。咩意思咧？就係佢話 For the souls in purgatory are adorned with charity, by which their wills are conformed to the divine will. It is owing to this charity that the punishments they suffer avail them for cleansing。佢話喺呢個煉獄裏邊嘅靈魂，佢哋本身係有愛德嘅。如果佢冇愛德咧，佢都唔能夠入煉獄，佢可能係直入呢個地獄啦。咁喺呢個煉獄裏邊，由於佢有本質嘅愛心咧，呢個愛心係讓佢哋同天主嘅聖意係相符合。而呢個愛德亦都幫助佢哋去潔淨佢哋，係能夠發揮咁樣嘅作用。佢話 This is why punishment has no cleansing force in those who lack charity, such as the damned。所以嗰啲窮兇極惡嘅人，佢嘅愛德係好有限，甚至係冇嘅話咧，佢哋喺呢個同樣嘅火嘅包圍裏邊，喺天主裏邊咧，佢哋感覺到嘅只係嗰個懲罰同埋痛苦，而唔能夠發揮嗰個潔淨嘅作用。佢話 The defilement of the sin remains forever, and so their punishment endures forever。所以對於呢啲窮兇極惡嘅人咧，由於佢冇愛德咧，或者好少嘅愛德咧，佢哋就係永遠地要受呢個火嘅懲罰啦。即係話佢哋喺呢個煉獄裏邊咁我哋咁樣去睇呢個煉獄或者呢個天主嘅火所發揮嘅作用，咁我覺得呢個方式嚟到明白喺人死後喺呢個嘅所受到嘅懲罰，不論係喺煉獄裏邊定喺呢個地獄裏邊係一個比較上讓我哋能夠理解嘅一個方法。咁大家都記得咧，係嗰啲罪惡嘅城市咧係被火焚燒咧，係聖經裏邊周不時都有提及嘅，而佢本身其實亦都係一個預象嚟嘅。喺聖經裏面提及嘅嗰啲罪惡嘅城被火所焚燒，包括譬如話索多瑪同埋哈摩勒啦，甚至耶路撒冷啦，同埋呢個巴比倫啦，喺呢個默示裏邊所講嘅巴比倫啦。咁呢啲嘢咧，其實都係一個預告，都係一個預告住末日嘅時候，天主對世界嘅審判嘅。喺創世記第18章嗰度講到，亞巴郎咧係為咗呢個索多瑪向天主求情，話同天主講話，如果城中咧係有義人嘅話咧，你會唔會係唔燒呢個城咧？咁樣嚇，咁佢由50個開始講到10個啊。個事實就係城裏邊咧係一個義人都冇，呢個代表住世界上邊咧係冇義人嘅，直至到耶穌嘅出現。然之後默示錄第18章同埋呢個馬竇福音第24章咧都提到啲大城嘅罪惡嘅城咧係被燒毀。默示錄18章所講嘅巴比倫啦，佢講話為此一日之內，他的災禍，即係巴比倫啦，瘟疫、哀傷和饑荒全都來到，他要被火焚毀，因為懲治他的上主天主是強而有力的。呢個默示錄裏講到巴比倫嘅被毀滅，被火所燒毀。然之後馬竇福音24章
耶穌由聖殿嗰出嚟嘅時候咧，佢咁樣講，佢話喺嗰度佢記載話耶穌由聖殿出來前行，門徒前來把聖殿的建築指給他看。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一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這裏決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咁喺呢度，耶穌一方面預告咗耶路撒冷嘅毀滅，亦都喺呢個火裏邊被羅馬人所燒毀。另外咧，呢個耶路撒冷特別係聖殿咧，佢係代表住整個創造，代表住世界。呢個亦都係指向住世界嘅毀滅。咁然之後喺呢個第十章嘅9至17節咧，厄則克爾所見到嘅活物同埋輪子嘅轉動咧，同佢喺呢個開始嘅時候第一章所見到嘅咧係相同嘅。咁大家想睇翻呢啲活物同埋輪子轉動嘅情景咧，你可以睇翻我哋聖經研討會嘅第2節嘅筆記，係詩2嗰度喺嗰度有講到佢哋有人嘅面啦、牛嘅面啦、獅子同埋鷹嘅樣貌啊。咁呢啲係代表住創造物裏邊最高嘅、最好嘅嗰啲創造物嘅一面。然之後佢話上主嘅光榮咧係停喺革魯賓上邊，第18節嗰度嚇，佢話停喺革魯賓上邊，上主嘅光榮。咁呢個咧就好似當年梅瑟做咗會幕嘅時候咧，裏邊係佢講到話從約櫃的贖罪蓋上兩革魯賓間，天主同梅瑟講説話一模一樣。好啦，然之後18至到19節咧就講話上主的光榮係離開了聖殿的門限。咁聖殿燒毀同埋天主嘅光榮離開聖城咧，係為咗新聖殿係做準備。而呢個新聖殿咧係一方面指將來嘅重建嘅聖殿啦，回歸之後重建嘅聖殿啦；另一方面咧亦都指呢個天上嘅聖殿呢個神視之中咧，厄則克爾咧亦都見到呢個天上嘅聖殿喺呢個記載咗喺呢個厄則克爾先知書第40章嗰度，亦都同樣地呢個聖殿咧係記載咗喺默示錄嘅第21章。咁天主嘅光榮係離開咗聖殿、離開咗聖城之後咧，佢係朝東面而去去到呢個流亡巴比倫嘅以色列，同佢哋一齊。恭讀厄則克爾先知書。以後神力把我提起，把我帶到上主聖殿東面的東門那裡。看，在大門口有25個人，我看見在他們中有亞祖爾的兒子亞澤尼亞和貝納雅的兒子培拉提亞。他們是民眾的首領。上主向我說：人子，在這城中圖謀不軌、出壞主意的，就是這些人。他們說：房屋不是剛建築不久嗎？城是窩，我們是肉。為此，你要發言反對他們。人子，發言吧。上主的神臨於我，向我說：你要說，上主這樣說，以色列家，你們所說過的話，心中想的什麼，我都知道。你們在此城中殺害了許多人，街市上滿了傷亡的人。為此，吾主上主這樣說：你們在城內所殺害的人是肉，城是窩，但你們都要由城中趕出去。你們怕刀劍，我必使刀劍臨於你們。吾主上主的斷語。我要把你們由城中趕出，把你們交於外人手中，
在你們身上實行懲罰。你們要喪身刀下，我必要在以色列邊境上懲罰你們。如此，你們要承認我是上主。這城為你們決不是窩，你們也決不是其中的肉。我必要在以色列邊境上懲罰你們。如此，你們必承認我是上主，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的法令，沒有實行我的法律，卻照你們四鄰異民的法律去行。我正在講預言的時候，貝納雅的兒子培拉提亞死了。我遂伏地掩面，高聲哀呼說：唉，主上主，你要滅盡以色列的遺民嗎？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耶路撒冷的居民論及你的同胞兄弟，同你一起被擄的人，即以色列全家族的人，這樣說，他們遠離了上主，這地應歸於我們佔有了。為此，你應宣講說：主上主這樣說，我雖遷移他們遠至異民之中，將他們分散到各國，但在他們所到的地方，我暫時仍是他們的聖所。因此，你應宣講：主上主這樣說，我要從各民族聚集你們，由你們分散所到的各國中召集你們，把以色列地域再賜給你們。他們一回到那裏，必滅絕那裏的偶像，剷除那裏的一切醜惡的事。我必賜給他們另一顆心，在他們臟腑放上另一種精神，拿走他們鐵石的心，給他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為使他們遵行我的法令，謹守我的法律，而一一實行。如此，他們要作我的百姓，我要作他們的天主。至於那些心中仍隨從偶像和醜惡之事的人，我要把他們的行為歸在他們的頭上。主上主的斷語。那時，革魯賓展開了翅膀，輪子也隨着轉動，以色列天主的光榮停在他們之上。上主的光榮由城中升起，停在城東的山上。神力把我提起，在異象中，即在天主的神力中，把我帶到加色丁，充軍的人那裏。我所見的異象就在我面前消失了。我遂向充軍的人講述上主給我顯示的一切事。咁跟住最後喺呢個第11章呢，所記載咧就係給聖城的審判，給遺民的允許，同埋上主的光榮係離開聖殿。呢個就係佢哋所犯嘅罪，同埋違背盟約、違背律法之後嘅結果啦。上主嘅光榮係離開聖殿。喺1至到13節嗰度咧，佢話民眾嘅首領咧，所講到嘅民眾嘅首領，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佢係以色列嘅皇室要員。上主咧係吩咐厄則克爾係警告佢哋，話俾佢哋聽咧，聖城唔再俾佢哋保護啦。因為咧佢哋成日都講就係聖城係我哋嘅窩，我哋係肉，就好似個窩保護住啲肉咁樣樣。但係佢哋再唔係
聖城再唔係佢哋嘅窩啦，再唔俾佢哋保護啦啊！因為咧，佢話你們在此城中殺害了許多人，所以咧佢哋跟住係要呢啲皇室咧係同埋首領咧係要離城啦，要充軍啦嚇，甚至咧係要喪身刀下。咁而事實上佢哋都係遭遇呢個命運。咁亦都喺呢度咧係記載咗厄則克爾係好感到哀傷，就係因為佢見到呢一個貝納雅嘅兒子培拉提雅咧，呢個培拉提雅嘅意思咧就係遺民咁解嘅。佢見到呢個人咧係喺佢自己講呢個預言嘅時候咧係突然間係暴斃嘅。咁喺呢個厄則克爾去哀悼呢個培拉提雅係一個佢識嘅人，係喺佢講緊預言嘅時候突然間死咗。而呢個人佢嘅名嘅意思係遺民咁解。咁天主咧係為咗呢件事咧就係回應厄則克爾佢呢個關於遺民嘅哀傷啊。天主俾佢呢個允許就係在他們所到的地方，我暫時仍是他們的聖所啊。呢啲以色列人將要被充軍，佢哋而家好似係啲遺民咁樣樣，係，但係天主同厄則克爾安慰厄則克爾咧，就係話佢要去嘅地方，即係巴比倫啦。佢話我暫時仍是他們的聖所，佢會係成為咗佢哋喺嗰度會照顧呢啲遺民啊，照顧呢啲以色列人。然之後佢仲允許話佢會從各民族聚集你，把以色列地域再賜給你們。喺嗰度亦都同時間允許咗佢哋會返以色列嘅。佢會將以色列地域再次賜俾佢哋。佢已經預告咗嗰個回歸嘅出現啦。咁呢個遺民咧，亦都有佢裏邊嘅意思喺度嘅，重要嘅意思。所以咧，我喺呢個 Special Note 4度咧，係為大家係進一步解釋呢個係喺聖經裏邊一個相當重要嘅觀念。喺 Special Note 4度咧，係我講有寫到咧，就係聖經裏邊嘅呢個以色列嘅遺民嗰個 Remnant of Israel 咧，呢個係一個呢個觀念，呢個主題咧係有一個獨特同埋重要嘅意思喺裏邊。佢係要突出喺困境裏邊，天主係會特別保護一小撮嘅跟隨佢嘅人，而喺呢個克服咗困難之後咧，全以色列會因住呢啲一小撮嘅人咧而獲到保存啊！咁呢個意思咧已經係應驗咗喺回歸嗰度啦。而家就係一小撮嘅人，佢哋要被充軍，但係呢一小撮嘅人咧喺巴比倫嗰度天主係會成為佢哋嘅聖所，暫時地保護佢哋。然之後日後咧，全以色列都會因住呢啲遺民而獲得保存，因為日後咧佢哋回歸翻以色列，再有翻佢哋嘅國土。而呢個允許咧，亦都除咗應驗喺回歸裏邊咧，亦都指呢個世界世人係會因為少數願意跟隨天主嘅猶太人，而最終係跟隨天主，成為新以色列全以色列都會得救呢個係喺羅馬書第11章嗰度有講到。所以我哋見到喺聖經裏邊關於呢個遺民 Remnant of Israel 嘅解釋咧，或者記述咧，係有好喺呢度有幾個例子啊。譬如話創世記45章第7節講到天主派遣約瑟係去埃及，佢話係為給你們在地上留下後裔呢個又係嗰個遺民留下後裔，給你們保存多人的性命咁日後咧，以色列咧係因為約瑟嘅緣故而得到佢哋家族嘅性命嘅保存。此外喺呢個依撒意亞先知書第10章21節嗰度咧，佢講到咧就係依撒意亞係預言以色列要被亞述痛擊啦。咁事實上以色列都亡於亞述啦，但係佢話以色列咧係會佢嘅遺民必將歸回，雅各伯的遺民必將歸依強有力的天主
又係涉及到嗰個遺民，然之後帶嚟整個以色列嘅保存。喺耶肋米亞先知書第23章嗰度咧，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預告啦。佢話嗰度亦都係講到關於以色列嘅遺民喺嗰度咧係允許咗默西亞神國嘅來臨嘅。佢話：我要從我以前驅散他們所到的各地，集合我上傳的羊，引導他們再回自己的羊棧，叫他們滋生繁殖。我要興起牧者來牧放他們。呢個牧者咧係明顯地係指耶穌基督啦，即係喺嗰度咧已經係預告住將來嘅呢個牧者係會聚集呢啲為出到驅散晒嘅以色列人，然之後咧係翻去天主嘅羊棧然之後咧佢會使他們無恐無懼，再也不會失掉一個。時日將到，我必給達味興起一支正義的苗芽。呢個正義嘅苗芽咧就係從達味而出嘅呢個耶穌基督，出自猶大嘅耶穌基督。咁喺嗰度咧係允許咗呢個牧者或者呢個苗芽嘅出現，佢會將呢啲被驅散嘅人咧再次聚集翻去天主嘅羊棧。呢度講嘅咧就係教會啦日後呢個教會喺呢個耶穌基督呢個牧者嘅牧放之下咧，佢哋會再次進入天主嘅羊棧裏邊，而且咧係唔會失掉，唔會失掉任何一個。咁然之後，聖保祿喺呢個羅馬書第11章嘅所講嘅道理咧，又係關於呢個遺民嘅道理咧，亦都係好重要啦。事實上係非常之重要啊！佢話天主會為以色列咧係留下了一些殘餘。呢個羅馬書第11章第5節呢個佢話最終咧要因住佢哋咧而讓全以色列必也獲救。喺嗰度，保祿咁講，佢話：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項奧秘的事，就是只有一部分執迷不悟的。呢個只有一部分執迷不悟，呢個中文嘅翻譯咧唔係咁好啊！英文佢嘅意思，佢嘅原英文所寫嘅咧就係A hardening has come upon Israel in part， 就係喺呢個時候係有一個 hardening， 有一個心硬，有一個唔認識、唔承認耶穌基督嘅 hardening 但係呢個只係暫時嘅佢話直到外邦人全數進入天國為止。去到一個時候，當有適當嘅數目，所有嘅外邦人都能夠進入到天國嘅時候咧，跟隨天主嘅時候咧，那時全以色列必也獲救。到時咧，全以色列都會獲救。而家因住呢啲部分嘅殘餘嘅人咧，會令到整個以色列將來咧係獲救。呢個全以色列咧係代表嗰個新以色列所以而家係喺呢個過程裏邊，而家係因住一部分嘅猶太人最初嘅宗徒係一路落嚟嘅教會嘅建立，但係咧到最尾咧，當喺天主嘅計劃裏邊，佢覺得係去到一個時候，全數嘅適當嘅數目嘅外邦人能夠跟隨佢嘅時候咧，呢個整個以色列佢所講嘅呢個全以色列係指嗰個新以色列。都會獲救咁，所以呢個遺民嘅觀念咧，其實喺聖經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線索嚟嘅，係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係帶出咗將來嘅新以色列嘅出現。好，我哋繼續講埋呢個第11章裏邊嘅另一個好重要嘅教導咧，就係佢話：我必賜給他們另一顆心，在他們臟腑放上另一種精神，拿走他們鐵石的心，給他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呢個教導咧，我哋喺其他嘅地方亦都有見到，特別係呢個耶肋米亞先知書。咁喺呢度咧，係厄則克耳先知書第11章裏邊咧，係帶出咗呢個道理。咁而事實上咧，就係從舊約嘅法律去到新約嘅
耶穌基督愛的誡命嚇，法律係刻喺呢個石板上邊，冷冰冰嘅石板上邊。但係將來咧，呢個允許咧話俾我哋聽咧，天主必定會放上另一種精神，就係聖神嚇，係讓呢個鐵石嘅心咧係變成呢個血肉嘅心。咁呢個就係今日嘅教會嘅時代啊！亦都所以點解聖保祿咧喺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3節話，基督嘅信咧而家咧係因住聖神咧係寫喺血肉嘅心板上邊。好啦，然之後喺11章嘅尾嗰度咧，我哋見到上主的光榮由城中升起，停在城東的橄欖山上。我哋見到天主嘅光榮係離開聖殿同埋聖城啦嚇。天主嘅光榮同埋臨在係所有嘅祝福嘅源頭嚟嘅。而家佢離開咧，呢個係一個最大嘅災禍，最大嘅懲罰。咁呢個同樣嘅災禍同埋懲罰咧，亦都喺日後公元後耶穌之後公元後70年，聖殿係被羅馬人摧毀之前係發生呢個咧係大家可以睇翻我哋第5節嘅筆記喺嗰度咧係記載咗喺呢個第Special Note 1 and 2嗰度咁就然之後咧係天主嘅光榮係好重要嘅佢嘅臨在嘅地方包括咗呢個帳篷啦、聖殿啦然之後咧係聖母嘅身上邊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天主光榮嘅重要性。咁呢啲道理大家可以睇翻我哋嘅第5節嘅 Special Note 1 and 2。好，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咁或者我哋完嘅時候都做一個簡單嘅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仁慈嘅天父，我哋好感謝你今日藉住厄則克爾先知嘅教導，讓我哋明白咗好多關於煉獄嘅道理。求你都讓聖神進入我哋每一個人嘅心窩，去幫助我哋去堅強我哋嘅愛德，好讓我哋能夠因住我哋嘅愛心，因住你嘅好似火一樣嘅大能去潔淨我哋。讓我哋能夠堪配他日咧係喺呢個天國裏邊，喺呢個完全聖潔嘅國度裏邊，去同你永恆地相處。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